今仔天气真烧热哦，上关温会有36度以上。也毋过气象署是提醒讲，明仔载开始哦，全台湾会连续落1礼拜的雨。另外，因为太阳表面的活动造成地球磁场扰动真明显，气象署昨嘛发布强度顶级的主报特报，伊个会影响台湾51点钟哦，有通讯佮电力设施恐惊拢会受到干扰。高温烧热的天气，拜一北部、东北部高温会来到36度以上，中部山区和南部地区下晡开始有可能会有阵雨，温度会略略降低，平均温度在32度至33度之间。目前我们已经针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，中部也有一些比较局部的地方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的情形。对拜二开始受到锋面影响，各地拢会熊熊闪雨，而且雨会来到足急足大的程度，气象师预估会一路落到拜六。明天晚上的时候，雨势依旧还是比较明显，尤其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或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而至于在后面的天气的话，从礼拜3开始，因为还是受到治疗方面影响，西半部地区的雨还是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点的。所以说各地都还是比较容易下雨，尤其东半部的地区下雨的几率相对比西半部高。另外，气象师拜一也发布主报特报，预估这波效应会持续51点钟，而且强度可能会达到强烈主报的等级，到时会对台湾的电力设备造成真大影响。我们还是有直飞，像是美国一些城市的一个班机，这些飞机飞到高纬度的地方的时候，可能也是要留意这个高频无线电波通讯可能会受到干扰。目前，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调高我们通讯的频率。气象署提醒，主报效应这段时间可能会造成通讯、导航、太空飞行设备出现偏差的状况，影响的范围真大，部分的保护装置可能需要进行电压的修正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